大家好，我係 Day 3同埋 Day 4嘅圖書館管理員吳宇晨。今日我想介紹一本圖書俾大家，就係宮西達也嘅超神奇牙膏。你鍾唔鍾意刷牙㗎？如果你同呢一本書嘅主角一模一樣，都係唔鍾意刷牙嘅話呢，咁呢本書呢真係好啱你啦！不如你一齊睇下發生咗咩事啦。書裏面嘅唔同主角就係用完超神奇牙膏之後，變成咗唔同嘅頭啦，就好似佢咁。哎呀，變成咗蘋果頭啦！但係佢刷完牙之後就回復返正常啦。直至到有一日，佢哋刷完牙之後，竟然冇變返啊！於是佢哋發現周圍嘅鄰居、同學、老師，甚至係新聞報導員，都變成咗食物嘅樣啊！故事之後究竟會發生咩事呢？如果你哋真係好有趣呢一本書嘅話咧，你可以去圖書館借嚟睇下㗎。呢本圖書咧真係非常有趣搞笑，我推介俾低年班嘅同學睇。入邊咧仲有小彩蛋，就係書裏邊究竟出現咗幾多個超神奇怪俠呢？快啲嚟圖書館話我知啦！